这两个垂直在一起。我不知道他们在不在，应该在线，有些应该没说话。他是总票，永贞县。要不要？有票的话，帮忙打个广告。他总票，他是总票。这个是金子。金子24K 的。是。金子的哟，99.99%成金的哟。那兄弟们，车把好了呢，但是还可以吧，今天还可以13度。谢谢5星哥送的人气票，谢谢我来了。对，今天来了，今天星期确实对。咱俩不知道不说了。喊321，咱们站走一下，点点赞好不好？他们叫你仙子，叫你仙子、仙女。哦，谢谢。对，这边。谢谢5星哥，谢谢为我点赞。还有在外面呢。这个是礼堂卓玛姐姐吗？妹妹？对，姐姐个。好像是姐姐。啊，姐姐啊，对。我们老胡也来了，这几天他去，我没开麦克风啊，我那个 DJ 呢，我打开。他还给那个路东那边千欧那边给了20块钱会员费，每个月20。那个我说你去多少次？一周1-2天。我说你不刷团队的人，只是去跳舞还交钱。仙女还有今天还可以啊，比昨天练，最后练。我知道那个是 K 群。对，是的。对，没10点了，对。要开始跳了。要开始。方向，转了个方向。
那小崔告诉噻，他欠我300块钱，哎呦，他搞忘了，不管他，给不给这个车子，他好像没看到他了。他们工资才太低了嘛，我觉得不可能一全招的话，协警一个月收入在3800多，过了几年应该涨价了，不可能现在一个月才3800。今天还可以吧，没有多人，13度。玲玲来了。
才来2个，还有2个没来。张张有贵有便宜的，一般几百块钱。你看宁宁川那个就比较贵，肯定那个上下无止境，几百万都有，几百块钱、几百万都有。身上那个挂件的也太贵了。走马出那个有个小的，不知道，刚刚登子看完一下是不是金子的？那些的话，那个挂件那些那个价格根本不好说了。你搞个钻石那就几百万上千万，那个不清楚。反正衣服的话，一般几百块钱吧。男装的便宜点，男士的300-400块钱，女士的要贵一点。反正他们应该是一天中穿的最漂亮的时候，应该是跳舞的时候。你像英卓有时间来的就到卓玛出的店面上，他们2个人穿衣服，因为一个人穿不好穿，一般要提前1个小时准备吧。像曲座也是，一般7点钟、6点多就开始在家里面化妆啊，然后穿衣服要搞1个小时，有件1个小时都不止。回来了1个人，多了1个人，今天卓玛的卓来了。
我试一下，我检测一下是不是卡啊？卡的话我重新连。现在卡不卡？我试一下。不卡呀，不卡。我这儿我手机测试正常的。这个穿着的话，我觉得跟人的长相有关系吧。你穿再便宜，觉得你还是穿得很好看，是吧？你让雍真穿100块钱的丈夫，他还不是好看吗？你让穿1万的、穿1000万的，他穿上还是好看。跟人的长相有关系，你穿再贵的话，还是体现不出来。请问登真与藏小佛是双胞胎兄？不是啊，他们就是家都不一样，名字也不一样。登真是小扎西。登真才18岁。徐峥才来。
今天吃麦当劳啊？嗯，你在吃麦当劳？什么？你在吃麦当劳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在说，他们在里面，他们在监视你，这您在监视你，有谁是监视到你的？你喜欢吃哪种嘛？麦当劳？喜欢吃哪一种？汉堡包吗？对牛肉汉堡包？汉堡。那个吃2个吃得饱。麦当劳就搞活动，那个鸡就什么啥，鸡肉堡啊还是什么，11.9一个，12块钱。我就想买2个鸡，还是什么堡啊？原价是25嘛，26的那个鸡腿嘛是什么汉堡啊？那是肉很大的一片那个。跟曲珍喊了5-6个给他吃，才60块钱嘛，我给他吃2-3个就吃饱了。那巨无霸已经涨价了，以前我们在那边有个龙泉那边有一家，我们吃的是18块钱，我们公司的所有人全部在那吃。那边只有一家麦当劳，那个一个巨无霸才18块钱，现在都涨了多少钱哦？28吗？这个声音是玲玲那边传出来的，玲玲那个事件有点重，你听嘛，玲玲那个声音咔嗒的。曲珍那个也要响。卓玛出的那个比较小，带中的那个也比较，但是它那个声音没有声音，声音是那个玲玲身上那个发出来的。这个是水没躲，冲得很快。苏拉没来，苏拉还没来，呵呵，那个放太小了吧，就很小，不是，他应该打电话问一下呀，不是有收花的人的电话吗？我应该没有，有些不知道电话号码。换衣服。